擊就係嚟自90年代嘅法國。咁咧可以見到向師傅嘅服裝係有一個紳士，法國紳士嘅服飾啦。咁嗰啲手杖就係用嚟攻擊街頭嘅流浪嘅。可以見到向師傅嘅行為都係十分之優雅，但係每個動作都係具有攻擊性嘅。見到向子希嘅身手都好敏捷，咁咧都可以見到向師傅嘅服裝係好有手杖嘅攻擊都係好優雅，咁喺法國上面啦都係優雅都係好重要嘅。咁見到師傅都係一個好有攻擊性嘅攻擊，然之後一個失達就失跌咗向子希嘅。喺每個攻擊或者動作入邊，選手都係以一個好優雅同埋好致命嘅方法去攻擊對手嘅。見到向子希飾演一個狼，見到啦都係以一個防身術嘅行為去保護自己嘅。見到喺向子希每一個攻擊上面，新海蘭都係以一個法式嘅防身術去保護自己，令到自己可以離開危險嘅地方。見到新海蘭嘅每一個防守同埋防身術入邊都係好優雅